来看哀家还是满心欢喜的。可是皇上从坐到这儿就愁眉不展，云溪不是告急了吗？孙儿并非因为政务之事兴奋，孙儿只是渐渐觉得，与皇后之间越来越冷淡，越来越疏远。即便她不再与朕顶撞，可朕依旧觉得心有不安。皇上是不是多虑了？哀家听说，鹏鹏这是学会容忍了。他不需要容忍，他只要做好他自己就好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朕看得出并非真心实意。圣儿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祖母，孙儿虽然对感情愚钝，可总归还是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看到她情感上的竞争者时，会产生嫉妒。可皇后在看到江氏之后，却十分大度。皇上，哀家早就知道你把江映月接到了宫里，可是这个做法不够极端。只要你做得够极端，任何女人都会产生妒忌。只要她产生妒忌，她就拉近了和你的距离。不知皇祖母有何妙计？不如皇上趁着这次云溪大捷，让宫里也好好热闹热闹。哀家负责来搞一场不一样的大戏，到时候你只需要听哀家的。